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并不因为他是僧团的领导人而要求有特权，依旧每天跟大众一样着衣走路到舍卫城，然后按照顺序的起食化缘。那么49年的这种传教的生涯呀，足迹遍及全印度。佛陀的心平等，就像日夜星光一样，普照着万物有情，如雨露水泽，遍洒在大小的森林里面。有一天，佛陀外出的时候呢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担粪的工人，粪就是粪便呢，专门在挑这个粪便的工人，他的名字叫尼提。他远远的看到佛陀呢，正和他迎面而来，他便低着头，赶快换另外一条路啊，积极的走开。但是不论他走向哪一边，他想尽办法想要闪避。但是奇怪的是哦，佛陀始终和他同一个方向。这个非常慌张的尼提左右为难呐，不得已呢，他只好跪下来说：“尊贵的佛陀啊，请问你到底要走哪一边呢？”佛陀很和蔼可亲的就说了：“尼提呀，为什么我走到左边，你就走到右边呢？我走到右边，你又改走左边，为什么要逃避我呢？”这个尼提呀，颤抖的身体就说：“佛陀啊，你是一个至尊无上的身份，而我呢，只是一个很卑微的贱民呢，不敢用肮脏的身体来面对你，所以我才积极的避开啦。”佛陀微笑的说：“尼提呀，你一点都不低贱呢，我看不到你有任何肮脏之处啊。一个人的尊贵跟亲近，不是因为你挑担着粪便的桶子就是污浊不堪的，不是，这是为大众清洁服务的工作，一点都不肮脏的。你虽然挑着粪桶，但是你的心很亲近，你对佛法有恭敬心，对三宝有信仰心，你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由这个公案的内容，我们了解人间的高贵跟低贱，不在于你穿着华冠的锦服，戴着帽子很高贵，穿着衣服很漂亮，你的田产家业以这个为多寡，不是的，而是在于你是否肯为人服务，广结善缘，你欢喜奉献。真正高贵的人是能够跟众生水乳交融，生死以共的。所以我们人最大的价值，是因为你心怀着众生，视民如亲，护众如己。所以我们要秉持着佛心来看待一切众生。佛是慈悲的，是平等的，是包容的，是尊重的。我们如果能秉持着佛心来看待一切众生，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加的和谐，国家也会更进步。我们要讲这个公案来跟所有的莲友们大家互相共勉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